大家好，歡迎收睇 Girls Mood。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今日將會為大家報道3宗消息，分別係楊明同莊思明正式宣布喺今年8月結婚，結束10年愛情長跑。黃宗澤喺節目大談擇偶條件兼無情爆料好兄弟。林峰嘅偶像包袱重到好似成噸貨櫃咁。同埋林子博喺直播入面大鬧以前帶過嘅前港姐後輩做訪問，完全唔做功課。第一單猛料，講到娛樂圈入面嘅患難見真情，真係不得不提楊明同莊思明呢一對乸。喺2026年6月5號，呢對拍拖拍足10年嘅情侶，終於傳出天大嘅喜訊。現年39歲嘅大馬拿督千金莊思明，同埋45歲嘅楊明，正式宣布會喺今年2026年8月2日星期日，喺馬來西亞吉隆坡嘅5星級奢華酒店 JW 萬豪酒店舉行一場非常盛大嘅婚禮，正式步入婚姻嘅殿堂。同時佢哋兩個嘅夢幻喜帖亦都首度曝光，成個設計高雅精緻，用咗非常浪漫嘅色調同埋字體，充滿夢幻氣息，正式向所有親戚朋友傳遞幸福嘅訊息。回顧翻佢哋呢10年嚟嘅感情路，真係經歷咗無數嘅高低起伏同風風雨雨。由於雙方嘅家庭背景非常懸殊，莊思明身為馬來西亞拿督莊寶嘅女兒，據傳家族身家高達8億港幣，而楊明只係普通家庭出身，所以佢哋一開始認愛嘅時候，楊明就經常被外界冷嘲熱諷，甚至有人話佢係食軟飯。不過莊思明一向都非常霸氣咁保護男友，強調楊明從來冇用過佢1分1毫。其實佢哋喺2016年認愛之後，就經常喺社交平台上面放閃晒恩愛。當年莊思明就已經陪住楊明一齊返大馬見家長，感情一直好穩定。講到最考驗佢哋感情嘅時刻，就一定要數到2020年8月7號發生嘅嗰單交通意外。當時楊明涉嫌酒後駕駛，喺山頂幾仙峽道失事搶剎，成架車損毀嚴重。當時佢仲需要2名警員扶上救護車，呢件事令到楊明嘅形象跌到谷底，官司纏身。但係喺呢段人生最低潮嘅時期，莊思明展現出驚人嘅毅力同忠誠，佢對男友不離不棄。每次楊明要上法庭出庭聆訊嘅時候，莊思明都一定會陪伴喺身邊，默默給予支持。到後來法院判決楊明需要坐監18日。喺楊明入獄嘅呢段日子，莊思明更加係飽受外界壓力，但佢依然堅定咁等男友出獄，甚至喺楊明刑滿釋放嘅嗰一日，親自去到監獄出面接佢出獄。莊思明當時仲向傳媒公開放話，話自己非君不嫁，力讚男友本性非常單純。除咗莊思明力撐男友之外，其實楊明對女友都一樣係無條件支持。好似喺2020年嘅時候，莊思明因為喺社交平台上發千字長文投訴國泰航空嘅服務，結果引嚟大批網民圍攻。當時楊明都係毫不猶豫企出嚟力撐女友，兩個人喺生意上亦都一齊經歷過低谷。楊明之前開嘅燉湯店雖然面對過好多困難，但兩個人都一齊捱過去。再講到佢哋近年嘅生活，楊明出獄之後誠心反省，重返無線電視拍攝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工作同生活都慢慢重回正軌。而莊思明嘅馬來西亞拿督父親莊寶喺世界殯儀館設靈嘅時候，楊明都以準女婿嘅身份喺現場幫手打點一切，一早已經融入咗莊家。去到2025年，楊明44歲生日嘅時候，莊思明仲親自下廚整咗餐非常豐盛嘅海鮮大餐為佢慶祝，仲喺社交平台嘅生日牌上面好甜蜜咁寫住老公豬豬。當時就引來全網猜測佢哋係咪已經秘密結婚，不過佢哋當時就笑笑口回應話會盡力同埋盡快拉埋天窗。今年2月15號，莊思明慶祝39歲生日嘅時候，楊明亦都有甜蜜送吻示愛。依家佢哋趁住相戀10週年嘅好日子，同埋愛犬 Harold 一齊影咗一輯非常性感又溫馨嘅寫真。莊思明換上一件中碗大開嘅透視裝，展現極致性感，正式向大家宣布佢哋將會喺8月舉行奢華婚禮，真係羨煞旁人。第二單猛料，我哋就嚟睇客男神黃宗澤嘅感情世界，同埋佢對好兄弟嘅爆笑投訴。
最近由周嘉怡、海怡同埋李正元主持嘅汽車網絡節目《恨嫁女團》請嚟黃宗澤做嘉賓。呢次係黃宗澤第一次拍攝駕駛類型嘅節目，為咗隆重其事，佢仲非常大方咁借出自己珍藏嘅1968年 Ford Mustang Fastback 古董車出嚟拍攝。黃宗澤透露，呢架車係佢細個睇戲嘅時候就愛上嘅夢幻愛車，當時甚至連型號都未搞清楚，就覺得呢架車好型好靚，成日喺美國電影入面出現。大個咗入行之後，佢越來越留意呢款車，終於喺7年前忍唔住喺澳洲購入。當時大約花費咗60至70萬港幣，買翻嚟之後，因為顏色問題，佢仲將全架車進行咗大翻新。一向視車如命嘅黃宗澤仲自爆，佢依家屋企一共擁有9架車，真係名副其實嘅愛車狂魔。喺節目入面，主持周嘉怡就坦言自己今年突然間好想拍拖，因為之前嘅戀愛經歷都麻麻地，所以一直都好驚接觸新感情。聽到呢度，現時仲係單身嘅黃宗澤都非常大方咁公開自己嘅2大擇偶條件。佢表示自己揀對象最緊要係2樣嘢，第一係要有好脾氣，第二就係能力重於外表。佢仲特別強調自己非常唔中意女仔太過嗲，如果太嗲嘅話，佢自己真係頂唔順，反而會比較中意個性爽朗、大方一啲嘅女仔。講到對婚姻同生小朋友嘅睇法，黃宗澤就顯得非常豁達。佢坦言自己其實係喺單親家庭長大，出世冇幾耐，父母就已經離婚，所以佢對於一個完整家庭嘅理解同一般人好唔同。由細到大都習慣咗一個人面對所有嘢，所有嘢都係自己搞掂，所以佢對婚姻完全冇任何執着。佢仲笑言，如果自己將來真係生咗小朋友，自己都唔知應該點樣去教佢。外人睇佢好似好風流，但其實心底入面非常有自己嘅一套想法。不過成個節目最搞笑嘅地方就係講到關於明星嘅偶像包袱話題。黃宗澤好肯定咁話自己完全冇偶像包袱，但係轉頭就無情咁大爆好兄弟林峰嘅大鑊。黃宗澤大笑話林峰嘅偶像包袱真係成噸重，直情好似成個貨櫃咁大。佢爆料話平時同吳卓羲去健身房做 gym 嘅時候，2個人都着得非常隨意，求其着件普通衫，頭髮就隨便用個髮夾夾住就搞掂，完全唔顧形象。但係林峰就完全相反，每次去親健身房都一定要全套名牌運動套裝上陣，仲要戴埋帽，全套運動裝襯到絕一絕。黃宗澤一邊模仿一邊笑話，林峰去健身房嘅裝扮誇張到好似要行時裝 show 咁，你就可以想象到林峰嘅偶像包袱到底有幾重。呢番爆料真係令到全場主持人都笑到收唔到聲。第3單猛料，我哋就要講到一單關於娛樂新聞主播專業操守嘅網上熱話。前無線電視娛樂新聞台嘅資深主播林子博，日前喺佢自己嘅 YouTube 直播節目《子博喺英國》入面，大爆當年喺電視台帶新人嘅血淚史。林子博直言喺佢咁多年嘅主播生涯入面，遇過不少極度不受教、唔聽人講嘅後輩。更透露曾經因為一個非常低級，簡直係災難級嘅錯誤，而忍唔住喺採訪現場當場大鬧新人。原來呢個被林子博不點名批評嘅前港姐後輩，矛頭直指曾經參選港姐嘅娛樂新聞台主持賴燕如。事情嘅起因係喺一次公開採訪活動入面，賴燕如負責訪問藝人姜麗文。當時正值母親節前夕，賴燕如竟然喺鏡頭前面向姜麗文問咗一句，話就嚟母親節啦，你剛剛返香港，有冇計劃點樣同媽咪一齊慶祝呢？呢句說話一講出口，現場嘅氣氛瞬間結冰，尷尬到一個極點。因為全香港嘅娛樂圈同記者都知，姜麗文嘅生母梁聖子喺多年前已經因為癌症病逝。姜麗文好早就已經歷咗丁冇憂嘅痛苦，賴燕如喺完全冇做功課、完全唔了解受訪者背景嘅情況下，竟然向一個母親已經過世嘅人詢問點樣同媽媽慶祝母親節，呢種毫無專業操守、往死裏踩雷嘅提問，對於受訪者嚟講無疑係一種2次傷害。作為帶領新人嘅前輩，林子博當時喺現場忍無可忍，當場嚴厲斥責賴燕如。
林子博喺直播入面對住鏡頭字字鏗鏘咁反擊，話自己當時鬧新人係理所當然嘅。佢話：你唔好覺得我係職場欺凌你，大佬，因為你而家咁樣做係喺度欺凌緊個明星，欺凌緊你自己份職業，同埋欺凌緊你依家坐緊嘅呢個崗位。林子博認為呢種因為個人懶惰、採訪前唔做功課而犯下嘅低級錯誤，係對自身工作極度不負責嘅表現。被前輩訓斥完全係應得嘅教訓，根本算唔上係欺凌。娛樂新聞主播看似光鮮輕鬆，但背後做功課嘅功夫隨時決定生死。好喺當時受訪嘅姜麗文展現出教科書級別嘅神級高情商。佢聽到問題之後，雖然心入面可能好難受，但依然保持得體嘅笑容，好巧妙咁將焦點轉移到對自己偉大父親秦沛嘅感恩上面。大方得體嘅表現獲得全網網民嘅瘋狂擊讚。而訪問播出之後，賴燕如亦都遭到全網網民鋪天蓋地嘅炮轟，直斥佢完全唔尊重受訪者，做訪問前連基本資料都唔睇。賴燕如隨後迫於龐大嘅輿論壓力，喺自己嘅社交平台限時動態上面公開咗自己發短信向姜麗文致歉嘅截圖，自責自己表現不佳。當時心胸廣闊嘅姜麗文仲非常溫柔咁安慰翻佢，話佢冇做錯事，最緊要諗啲正面嘅嘢。賴燕如亦都公開承諾，以後會努力做好，希望大家原諒佢嘅不足之處，並強調自己絕非無禮之意，要特別向姜麗文以及所有受到影響嘅人深表歉意。多謝收睇 Girls Mood， 唔知大家對於以上幾宗消息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